来看今年的3月，一个伫马祖的阿兵哥伫宣布写讲阿兵哥无肉通食，引起社会关注。后来又个逼讲海巡署马祖换顺队一个主任务，甲公家的罐头寄转来台湾，送互亲戚朋友。树林地检署侦办时发现讲，计共是有7个人涉案，其中5个是海巡人员，计共嘛寄64箱的罐头转来台湾，今仔嘛互检方提起公诉。马祖前线国军今年3月伫海线部写字押出马洪部无肉通食拢要巴肚，代志结束无偌久，有关海巡署金马坪分署，佫逼出涉嫌贪污的备案，有好几国官将部队的罐头刷作使用。为什么连罐头也要贪？对，批评无解释，伊就是马祖安顺队姓林的中校参谋主任，负责管理外岛补给品。检方查出伊看罐头尽量有存，就找咧姓张的上司甲姓曾的上司偷换一般纸箱仔装罐头，佮叫姓严的士官长甲姓曾的少校后勤官运去公务车，有64箱，为南加岛一箱输运等台湾分送互亲友。下被一审告法院是因为检方10月将这案定结起诉。多次将公案巡队同仁食用的食品罐头，以偷天换日更换包装纸箱的手法侵占入籍，所图者纵然只是小利，但所为非但败坏官箴，更严重损害案巡同仁形象。包含姓林的中校在内5名海巡人员被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，另外2个朋友涉嫌协助运送，也被依法收受甲搬运查拉米等罪嫌提起公诉。只是60几箱的罐头，价值几万块，所涉嫌侵占补给品、食贪污的官司，换来代价甚至算袂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